咱台湾2030年要来达成全面禁止使用塑胶袋仔的目标哦。新竹市目前有8个传统企业配合政策减用塑胶袋仔，也个连续3档拢有推动优惠，就是希望讲会当来鼓励民众培养环保的习惯。也毋过市场的大众是认为哦，亲像一锅巴啦、鱼翅等等一款的，民众拢已经惯习用塑胶袋仔底落，那真正要来改，实在是有较学。大家生意兴隆，谢谢。一大群人来到传统市场，要来甲大家宣导减少使用塑胶袋仔。新竹市目前总共有8个市场，500几个摊商参加。今年更增加优惠，希望大家对生活中落实环保。今年有516摊来响应我们的活动。那我们的减塑享好康，我们只要在这8个市场购买200块就可以获得1个积点。那凑满10点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张超商100块的一个超商卡的一个购物的一个点数。虽然政策是真好意，不过实际行一大传统市场，民众甲大家拢讲。部分的物件，亲像肉类也是海产，因为惊无鲜，也是拢爱使用塑胶袋仔底，所以真正要落实有难度。可能无用塑胶袋是要安怎行，安怎地？青菜类那种干燥类的话，就可以，应该就尽量避免掉了。然后只是说生鲜类真的是没有办法。像这种很普通的，他们就很便宜，就随便买。因为这样子就有需要的人就买花钱买。没有需要的人就环保袋，这样。根据新竹市环保局统计，政策推出了后，去年减少5万个塑胶袋仔的用量，今年目标是6万个，希望全民共同来努力减用塑胶袋仔，做伙爱地球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